金万啊 ，Hello， 哎呦，我来又在看见呢在，别闯红灯啊！我看下来，咱之前红衣裳漂亮得不得了。你上趟来吃个馄饨阿拉？阿是再一吃还点个早。阿是鸡红米。三花面现在一个鸡才没管，现在6月份才有得了啊。哎呦，你那认真了哇！哎呦，你不听管，你不听管。你吃智商节嘛，我吃对节嘛，对节嘛，人家也干过了。我今朝随便了买个牙子，他也来，他有商机。人家不是耍个两句噻？哦，那个狮子嘞！哦，我还到点只狮子来马上去。3节，我晓得个。上个礼拜你开女大对地请我吃这一顿哈，原来想今朝我再吃。哎呀，侬本吃醉了。我是晓得来，晓得。还打个面，但是来吃我个粉丝，来子也来，吃子也吃。现在是完全是把个本啊吃出来。灵个。是鲜。一杯底糕是我近几年以来觉得最好吃的一杯面店。所以我看你3日2头来。可是还不记得啊！我现在开学工资3000两，那个3日2头，这个我有份硬菜片。现在忙好忙得嗨了嗨，遇到我这。我还到申请买房子了啊！一只马桶盖份侪出来了啊！谦虚在，谦虚在，谦虚在。哟，生意来着，生意来着，你看，不能讲真的生意来着，还是那个女儿还毛点转去了，等下。你还是来天津读3万，我现在要啥没菜？啊是个，今朝接了哈，我告诉才洗的了，洗得嘞，哎，不是洗得了啊！那洗得来了，这个真假？我分带饼的都好高呀。现在你见识了是吧？那个面，你从头一根吃到阿尾一根，不管你吃多少辰光，不会胀。哎，真的是个，当来吃的。我晓得你一讲一个闲话。哎，我当你吃面吃得一了，头一趟看见你全部吃光光。哎，我讲3节啊，侪是我肋巴骨那个肉，来塞啥么塞？吃海面这一只，门口的会员安上店人等吃，风车里。哦，你到时候会从上海赶得来吃？哎，是吧？应该加上去。哦，你刚刚是？我刚刚2斤半个数字。哦，好。是吧？我要买半斤油煎子啊，为半斤羊肝，现在涨96块，串串。